郭玲麗議員。好唔該晒主席。咁啊頭先局長都講到啦，咁有一啲嘅特別嘅個案，如果社署係真係可以咧係申請到咧，咁啊非常之好啦。因為我遇過個 case 咧，個小朋友18歲之前咧都有宿舍出唔到去，咁啊希望咧局長頭先講嘅嘢咧，即係可以處理到。不過咧，我覺得咧，其實喺我哋呢一條條例入邊咧，最關注咧係我想問到就係關於監護人嗰個情況，因為而家咧你哋係呢一度冇一個好清晰嘅監護人嘅相關嘅條例，亦都窒礙咗咧我哋有好多咧18歲以下係想咧留學過嚟香港嘅人士，係啦嘅小朋友，咁佢哋想喺香港嘅，咁啊都要處理。咁但係下下咧都要去到法庭去申請啦，亦都冇一個好清晰嘅一啲嘅監護人嘅條例啦。咁如果你話譬如喺將來你要去再做檢視，或者你要再做嘅時候，我想問一問局方，會唔會就住呢一個方向，你哋會重新檢視翻你哋法例，或者點樣完善個法例咧？咁你相關嘅時間表會係點咧？唔該晒主席。局長。主席，多謝郭議員嘅提問。嚟緊呢，明年呢，我哋會再做加強版嘅公眾教育啦。當然個主要目的咧，就睇下可唔可以化解到尤其是單親嘅，尤其是單親嘅媽媽啦，對於呢個子女共同責任嘅概念嘅睇法。但係期間呢，我哋都會涉獵其他關於譬如郭議員所講嘅啲監護人啊，邊個有權去申請嘅問題嘅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咁嘅。即使喺嗰個公眾教育嘅過程入邊咧，喺子女共同責任遇到任何困難都好，但係如果有一啲對現行法例嘅改動，而呢個改動其實係想優化現有嘅做法嘅話咧，我哋都唔應該話放棄嘅。可以譬如有一個想法，係咪可以先易後難？如果有一啲改動，譬如話啱啱大家講嘅，如果父同埋母再生，但係佢唔履行父母嘅責任，係咪一定要只有社署署長先有權向法院申請成為監護人？我哋可唔可以通過修例，令到譬如話佢個祖父母或者佢嘅親人都有呢個權去做呢個申請咧？向法院，我哋都可以探討嘅。如果就呢啲咁樣嘅優化嘅問題，社會上都有一個幾強烈一致嘅睇法，咁我哋可以先改動咗啲法例，令到呢啲少數但係都情況比較嚴重嘅家庭，令到佢有多個途徑啦，唔使下下都要社署署長去做，然後再委託。我哋都會探討嘅。多謝主席。